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交。这个交就有缴付的意思，像咱讲交钱、交换、交代，嘛会当讲是人和人有来去，像咱咧讲交陪、交朋友。啊，若买卖关系，咱讲交关。另外，季节、时间、地点的变化，咱会当讲是交替，也佫有交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交叉，这代表讲有来去、有关系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就是读做家老，这就是有落去嘛有无去的意思。一般读做家，咱是放伫咧动词的头前，和动词做伙变做一个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就会当更加清楚，甲这两个词来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个厝边本来是无啥咧交叉，有一届楼顶的物件拍家老，落伫咧楼梯间，互楼骹的厝边捡到，行医了后，两个人就安尼开始有咧来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交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家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